他人婚姻受洗了后，耶稣随时去抗议。42为着要传道理来祈祷，伫遐有得到上帝真大的气力。耶稣传道理时，有惊真侪信者。伫迦南所在，离耶稣的厝着行2点外钟，拄当有带新人。真闹热，人客踢踢地，呛呛滚。耶稣甲老母也互因请去食炊草。无拍算，到半中站，人客多，葡萄酒煞啉无够，胆就落开啦。草地所在要去过市尾是袂赴。主人受过晓，因为酒啉了，玛利亚就想，但要安怎样，受到耶稣挑，就讲酒饮了。耶稣听一记，就叫找用的人去取水来满人的甕。迄时水变做酒。耶稣无爱人失败，伊来帮助人。这个头一摆的信者，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拿来显出伊的阳光，伊的学生就信伊。